水了，看不到了，往那边去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你别把盆扔出来。再来，看不到，再来，有一点点，再一个角。你就别把盆扔出来，这是最大的行为，是吗？谢谢啊。我被盆砸过，这个最后演员之间的碰撞。少君，我来救你了。这就是，怎么一点脸都没有啊？这跟替身拍的似的。马上就有了。转过来点，陈小千儿，外拍呀你这，漂亮。